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伊朗互毆的第180天。就在這一天特朗普又在他的社交媒體發文，他說我剛剛收到美國海軍的通知，所有水雷已從霍爾木茲海峽的國際水域中移除或引爆。伊朗已被告知，任何船只或小艇如果在該水域布設新的水雷，將立即且系統的被摧毀。通過太空部隊，我們正密切監視霍爾木茲海峽的每一次區域，就像我們也在監視島山核設施以及已經摧毀的另外3個核設施一樣。就是伊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視之下，在任何地方布設水雷的政策採取了零容忍態度，並且已經全面實施。當然，這是特朗普也不知道第多少次拍乾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水雷了但是他自己宣布的好幾次，特朗普對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叫零容忍。而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貝森特他對媒體說他說，伊朗領導層正在承認全世界如今都看得見的事實，施壓正在奏效。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奇揚承認伊朗正面臨經濟短缺，並表示戰爭總有一天必須結束。伊朗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卡利巴夫說得更加直接，無論我們擁有多麼強大的軍事力量，如果老百姓吃不飽飯，資金無法流通，經濟無法增長，國內生產無法維持，我們就撐不下去。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財政部將繼續維持伊朗政權運轉的每一條經濟命脈，直到德黑蘭陷入孤立，無人相助。這個特朗普最近是韜光養晦韜光養晦，一方面在經濟方面施加更大的這個制裁壓力，孤立伊朗；另外一方面繼續恐嚇。怎麼恐嚇呢？當地時間8月24號，美國國防部部長郝克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視察軍工企業時，被記者問及美國目前是否不再考慮軍事打擊伊朗。郝克塞斯回應稱如果有必要，還是會軍事打擊伊朗，但眼下看來，經濟施壓對伊朗的傷害最大。儘管白宮和五角大樓都未正面承認，但美軍攻防兩端的彈藥庫庫存近來頻頻被曝亮紅燈。當天，面對記者追問軍備採購資金預算可能遭削，以及戰爭中使用的武器等問題，也就是美國沒有武器了，武器庫存告急。郝克塞斯逐漸不耐煩，反駁稱美國媒體竟然如此的愚蠢，居然想問美國戰爭部有關是否擁有某些機密尖端武器的問題。郝克塞斯稱自己沒有義務透露美國是否擁有某種特定類型的彈藥，但同時又強調說美國有足夠多的武器，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需要的時候都必須110%的，不僅100%是110%超額完成，對吧？足夠多的武器，這是郝克塞斯發表這種鷹派演說，也就是不排除有必要的時候還要用軍事手段。當然了，這個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他說美國暫不會對伊朗發動新打擊。根據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25日援引美官員和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近日告訴多名美國盟友就是盟國的外長，美國預計暫時不會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當前重點轉向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其他施壓手段。消息人士透露盧比奧在與多名外長通話時概述了特朗普政府當前的對伊政策，暫時避免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通過美國海軍封鎖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對伊朗的經濟施壓，同時盡可能多的將石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往全世界能源市場。當然了，美國官員也表示他说儘管盧比奧明確指出美國不打算重返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但盧比奧也未排除在伊朗率先發動攻擊時進行反擊的可能性。預計這一政策至少會持續到中期選舉之後，屆時新的軍事行動可能會再次被提上日程。這是央視報道的那就是
這個說法跟咱們判斷是一樣，就是中期選舉之前啊，特朗普是韜光養晦啊，忍，那一切等到中期選舉之後。这個中期選舉好像也就60-70天了，是吧？也就2個月，忍一忍啊，就過去了。那特朗普一邊啊對伊朗進行經濟施壓，高度施壓，一邊呢，語言威脅，不排除採用這個軍事手段。但同時啊，特朗普啊，根據媒體報道，特朗普也在與伊朗進行私下的談判。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啊，這就是巴基斯坦的陸軍元帥啊。那個參謀長穆尼爾，他昨天到了巴基斯坦。按照媒體的報道啊，這穆尼爾從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前往這個德黑蘭的時候啊，特朗普專門給穆尼爾打了電話。大家也知道啊，這個巴基斯坦這個參謀長穆尼爾跟這個特朗普的關係還是不錯的。當初在美國，穆尼爾特朗普還請他吃飯，說他們兩人是好朋友啊。所以說啊，特朗普超級電話就給穆尼爾打電話。也不知道是穆尼尔是听了特朗普說的啊，親自去伊朗走一趟，還是說穆尼爾就想去伊朗斡旋，特朗普臨行之前給穆尼爾交代一下啊。但是內容他沒說啊。俄新社援引巴基斯坦與伊朗軍方消息源報道，美國與伊朗據稱已達成停火協議，預計未來數日將正式對外宣布。這份婉傳的協議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航行自由，以及根據伊斯蘭堡備忘錄重啟談判。美國與伊朗雙方均尚未證實該協議。與此同時，阿曼與伊朗分別提出恢復海峽通航的臨時機制。這是俄媒報道啊。那麼央視報道啊，說巴基斯坦三軍新聞局8月25日發表聲明說啊，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與內政部長納克維結束了對伊朗的為期1天的訪問。雙方重點討論了防止局勢進一步升級、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以及加快結束衝突的措施，還就地區和平以及如何通過談判解決爭端交換了意見。據路透社此前援引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在穆尼爾8月24日啟程訪問伊朗前，曾與其通電話。據消息人士透露啊，美方的主要訴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響力，促使伊朗重返談判桌。那根據這個媒體報道，那就是特朗普求着伊朗談判呢啊，這個要不了2天啊，會有消息出來，到底是什麼個情況？是特朗普求着伊朗談判，還是說伊朗求着特朗普談判？那這霍爾木茲海峽目前啊，也有了新的動向。為什麼這麼說呢？伊朗與阿曼25日發表聯合聲明，擬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一條雙方共同商定的安全的海上通道。聲明說啊，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爭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以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那它這個框架是什麼框架呢？我看了一下啊，實際上就是伊朗要求啊，無論是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的這船只，反正都有一段必須要經過伊朗，進去的好像走什麼伊朗這一側，出來了再走雙方劃定的一條航道，那這個航道的一小部分也得經過伊朗。實際上就是伊朗，無論你進出的船都得受他控制。那這個看特朗普能不能容忍吧。根据阿曼方面啊發布的一份聲明，阿曼的外長布塞和伊朗的外長阿勒格齐啊，在德黑蘭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該框架協議將包括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一條聯合臨時航道，並達成一項聯合掃雷協議。雙方將繼續談判，以建成一條永久航道，並確定海峽的未來管理，以及提供必要的航行和安全服務的機制。兩國還強調了與海灣其他沿岸國家開展聯合磋商的重要性。所以特朗普這個時候跳出來啊，說那個霍爾木茲海峽的雷啊都被排關了。這個恐怕啊跟阿曼和伊朗達成這協議有關係。實際上目前霍爾木茲海峽是什麼情況呢？就在昨天啊，有關方面對外吹風以後啊，這布倫特原油對吧？这個還有什麼？那原油價格都是暴跌啊，我看那個直接就跌了5%。也就什麼意思啊？就是資本市場它是相信了啊，霍爾木茲海峽局勢緩解，要不然原油價格怎麼會跌呢？可能跟這個巴基斯坦從中物源呢透露了啊，美伊雙方
可能要達成協議。那這個說法啊，資本市場某種程度上是信任了。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呢，那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形式上啊，不是形式上，是實質上對美國來說確實已經開放了，叫實質上，形式上這個伊朗還是在封鎖，但實質啊已經開放。為什麼呢？跟衛星圖像顯示啊，阿曼灣也就是昨天阿曼那一側啊，至少有15起船对船石油轉運作業同時進行，太壯觀啊！在這個阿曼灣，就是那個阿聯酋那邊叫富查伊拉港吧，在那兒同時15艘船對船，這個船對船運石油啊，實際上這個小船或者是其他的船是從波斯灣裡面把油運出來，運到这個阿聯酋那個叫富拉伊察港吧，在那兒然後跟遠洋巨輪對接，往那個輪上倒石油，那就說明同時15艘船在那倒石油，那說明霍爾木茲海峽那在美軍的这個監視之下，那是如火如荼啊！你看啊，這15艘船大概涉及2500萬桶原油，這些原油來自除伊朗以外幾乎所有的海灣國家，就是海灣沿岸除了伊朗之外都有2500萬桶原油正在那個阿曼灣在那倒呢，往別的船上倒，別的船就開到世界各地了，去了印度、韓國、日本。那你說伊朗它不最慘嗎？伊朗自己的油一滴都運不出去，那其他的海灣國家那是天天晚上呼呼的往出運油啊。所以你看，就這個它的國際油價它能不跌嗎？那這個時候逼伊朗談判，某種程度上是可行的，但是伊朗人他會就範嗎？這個那是兩說啊。雙方同時還在飆狠話啊。首先是這個美國國務院呢宣布悬賞1000萬美元徵集有關5位伊朗革命衛隊領導人的信息啊，這裡面當然就有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總司令瓦西迪啊，還有一些人啊，徵集他們的線索1000萬美元啊。結果伊朗人家也是馬上還以顏色，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毫不客氣。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以及多家外媒報道，伊朗國家電視台近日播出一段針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歲幼子巴倫特朗普的追殺視頻，公開懸賞1000萬美元。對，你懸賞1000萬美元，徵集這個瓦西迪還有伊朗強硬派的那些線索，那人家伊朗也出1000萬徵集特朗普總統小兒子，針鋒相對因為這個視頻就是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媒體制作的，這不就是以牙還牙嗎？由伊朗國家電視台第3頻道播出。這個伊朗國家電視台播的這個節目的名字叫《如何殺死巴倫特朗普》，就是如何殺死特朗普的兒子，你說是吧？是不是雙方拉仇恨呢？我們再看看關於伊朗目前的局勢國內的官方媒體是怎麼報道的。這個經濟觀察報8月25號一篇報道叫還剩70天，美國發起經濟絞殺，伊朗面臨艱難抉擇。他是這麼說的他說北京時間2020年8月25日7時7時40分，紐約原油期貨報價85.148元每桶，布倫特原油期貨報價90美元每桶，油價橫盤整理這個是25號26號這個已經都跌了5%以上下跌距離11月3日的美國中期選舉還有70天。現實美伊局勢可用2句話概括：美國發起經濟絞殺，伊朗面臨艱難抉擇。美東時間8月24日下午2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發布了對伊朗進行經濟孤立的新一輪制裁措施。貝森特說我們目標是切斷維持伊朗獨裁政權存續的每一條經濟生命線，直至德黑蘭被完全孤立這是經濟觀察報說的說獨裁政權根據貝森特的介紹，為了得到相關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致電多方領導人，要求其停止與伊朗往來。這不就是給大國打電話嗎？走個面是吧？走個面。此前美國已經在伊朗外圍先下一城阿聯酋。8月19日，阿聯酋外交部宣布暫停與伊朗一切貿易、商業和金融交易，恢復時間另行通知。
這是對伊朗對外貿易的嚴重衝擊。相關數据顯示說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与金融夥伴，定居阿聯酋迪拜的伊朗人超過40萬人。伊朗是9000萬人口有40萬人住在迪拜，這都是些什麼人呢？注冊企業達8000家，包括2家伊朗主流銀行。伊朗的商人和資本是迪拜成為中東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迪拜的貿易結算、資金流轉成為伊朗對外貿易最重要的通道。此時此刻的伊朗面臨艱難抉擇。表面上，伊朗態度依舊強硬。早在8月13日，伊朗最高領袖顧問雷扎伊就宣布，如果條件得不到滿足，伊朗將升級衝突。在美國宣布經濟绞殺之際當地時間8月24日晚，伊朗經濟和財政部長馬達尼扎表示，伊朗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籌劃應對美國制裁，並已做好充分準備。他表示美國不可能完全切斷伊朗的金融和貿易聯繫。與此同時，伊朗高層也發出了明確的緊張局勢的信號。8月22日，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表示伊朗不可能永遠依靠戰爭走下去，總有一天必須做出決定，使國家擺脫既非戰爭也非和平的狀態。在戰爭或非戰非和狀態下，伊朗難以吸引投資。佩澤西奇揚還認為此前美伊達成的諒解備忘錄是在尊嚴、智慧和國家利益基礎上能夠達成的最佳方案。該備忘錄中找不到任何一項條款表明伊朗做出退讓。伊朗可以在不退讓的同時，通過落實諒解備忘錄，既維護國家尊嚴，又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這個經濟觀察報他說展望後期的局勢，筆者認為，就是經濟觀察報認為有3個發展方向。第一，伊朗下定決心升級衝突，升級衝突的目的是抬高油價。為此，伊朗可能會加大力度襲擊冒險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也可能會襲擊周邊國家的石油設施。伊朗此舉大概率會招致美軍的軍事反擊，導致雙方戰火重燃。第二，按照佩澤西奇揚的設想，備忘錄還有效，美伊可以繼續談判推動備忘錄落地，這個可能性也有。美伊之間通過斡旋方一直保持着信息溝通。8月24日，佩澤西奇揚會見了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並表示美國應改變與伊朗打交道的言辭和做法，這是在通過巴基斯坦向美國傳話。第三在經濟上，美國硬壓，伊朗硬扛，直至美國中期選舉之後開展新一輪較量。也就是大家都發現了特朗普是拖到中期選舉之後。那你說什麼？如果大家都這麼認為的話，人家伊朗不知道嗎？伊朗也知道，對吧？那伊朗就不允許你特朗普拖到中期選舉之後。你想拖，那我就給你整點事很有可能說以上3個發展方向，關鍵因素是伊朗高層。任何情況下，只要伊朗高層降低姿態，走下台階，哪怕只往下走一步，特朗普也一定會秒接。這就是經濟觀察報他的觀點也就是你伊朗你那麼硬挺着沒用，你不如往下走個台階，是吧？借坡下驢，你這要借坡下驢，特朗普馬上會借坡下驢。實際上誰苦誰自己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巴基斯坦的這個元帥穆尼爾到伊朗德黑蘭跟誰見面？跟佩澤西奇揚總統，跟卡列巴夫議長，伊朗首席談判代表，跟他們見面。但是跟他們見面有用嗎？沒有用你跟他們見面談的是浪費時間。實際上穆尼爾這次根據媒體報道，他還見了一些神秘人物這些人物呢都沒有名字。那這些神秘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穆吉塔巴身邊的人，或者是革命卫队的高級代表所謂的强硬派，都要跟他們談。他們什麼意見？你老問佩澤西奇揚，你問卡利巴夫，那他们都願意談，談了也耽誤時間呢，沒有用這個我們一直在說的吧，你這就是耽誤時間。為了這個美國和伊朗的事情，巴基斯坦這個元帥穆尼爾已經去德黑蘭跑了3趟了，有什麼用呢？而伊朗國內呢，現在什麼情況？伊朗的能源部部長他說我們有太多的發電廠，即使他們把所有武器庫都用光，就是美國你把你的所有的武器都炸完，也無法打擊我們所有的發電廠或所有的電力單元。
就是你想摧毀我們的發電廠，那不可能，對吧？看看是你們的武器多，還是我們的發電廠多，就這意思啊。看看是你們的狼牙棒多，還是我們的天靈蓋多。在我們戰鬥的同時，我們也在建造發電廠，我們的項目沒有一個被阻止。這就是伊朗的能源部部長，他在電視上啊，在这兒叫走夜路吹口哨啊，自己給自己壯膽。事實上呢，伊朗現在已經開始斷電了啊！伊朗人成天滿腹怨言，牢騷不斷。伊朗的燃料噩夢還在繼續。伊朗缺油缺到什麼地步了啊？連德黑蘭這首都都開始缺油了，你其他偏遠地區呢就更缺油。這個缺油的噩夢正在開始啊！結果啊，停電的噩夢又來了。因為道路被延綿數公里的汽油排隊堵塞，德黑蘭的大片地區已經關閉。在地球上最富含天然氣和石油的國家之一，加油站的汽油卻被耗盡。更有意思的是，昨天竟然各地政府正在為自己囤積燃料，他們還有優先權，而普通伊朗人很快將無法開車。昨天最有趣的消息是，昨天國家政府專門開會研究解決電力問題，沒想到會才開一半，會議室都停電了。你說這叫諷刺吧？絕對是災難性的啊！所以說，伊朗的能源部部長坐在電視機面前侃侃而談，不知道什麼時候電視台停電，那才叫有意思啊！這個伊朗人啊，確實在中東啊混的也是人嫌狗不愛啊。為什麼這麼說呢？前一陣子這個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這三國啊，搞了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實際上已經類似於北約的那個第5條款，就是你這3個國家任意一個國家本土遭到攻擊，那麼就視同這3個國家都遭到攻擊，這3個國家就有義務一起反擊，就這麼一個東西，叫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這個協議一出之後這伊朗不就罵開了嗎？對吧？伊朗的這個最高領袖的這個軍事顧問雷扎伊，還有很多人都說都罵沙特嘛，說你靠美軍保護不了，現在也想靠什麼別人保護，這是徒勞，對吧？打鐵還需自身硬，要保護還得靠地區，對吧？和平靠我們，對吧？靠伊朗，你靠外面人有什麼用啊？就這意思是吧？大家記得吧？伊朗就罵開了，然後這個巴基斯坦、土耳其他們就出來解釋說我們簽這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不針對第三國，不是針對別的，對吧？就是我們3個人，對吧？好，我們3個人共同防禦，不針對這個國家，不針對那個國家，對吧？結果這個我看很多媒體報道就周末說這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邀請伊朗加入。你這不是禿子扯上柿子明擺着嗎？這玩意它是共同對付誰的？雖然他們嘴上說不針對第三國，不針對第三國呢，怎麼伊朗跳出來罵呢？對吧？伊朗也不傻，是吧？就像那個长城汽車的老總魏建軍說汽車行業的恆大出現了，別的車企還沒發話，對不對？那比亞迪的那個公關部頭出來開始反駁，那搞得那你不就是你這意思就是說魏建軍他沒有點名魏建軍沒有點名說哪個是汽車行業的這個恆大。結果你比亞迪的那個公關跑出來回應，你這不是自己往自己頭上攬嗎？对不對？一個道理人家這3個國家簽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你伊朗跳出來罵人家，那不就說明是你伊朗嗎？結果就周末又傳言說這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力邀請伊朗加入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你看這個不是空穴來風這個是我看了一下，因為我一看這個就是謠言。對吧？不知道哪媒體小道消息，但是我这今天看今日俄羅斯，那好歹是官媒，对不对？他報道，他說近日伊朗伊斯蘭議會通訊社社長拉希米，這個有沒有信是今日俄羅斯報道，說是伊朗伊斯蘭議會的通訊社社長拉希米說，德黑蘭就是說伊朗已正式收到邀請，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與巴基斯坦簽署的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根據該協議，對任意締約方的武裝攻擊將被視為對所有3國的共同攻擊，同時允許擴大軍事合作、協調以及國防工業的聯合項目。據悉伊朗領導層目前正在審議這一提議，
說的有沒有信是吧？有鼻子有眼的啊，也就是你看啊，这個沙特啊、土耳其、巴基斯坦心虛啊，對吧？地區老大你不邀請加入，你玩啥呢？所以這3個國家邀請伊朗加入，伊朗現在正在考慮，正在走審批流程。結果啊，伊朗外交部跑出來闢謠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未收到正式邀請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麦加共同防務協議。巴加埃在伊朗電視台轉播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未收到正式邀請，但提議我們就地區集體安全相關議題與這些國家展開對話。你說這是一碼事嗎？就這幾個國家啊，這3個人抱團了，抱團說找這個就本來就防着你的，對不对？找這個地區黑惡勢力談話，那意思就是你別小看我們啊，我們3人現在簽了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不要說沒跟你打招呼啊，你再炸這個沙特兄弟啊，那哥們我就要上了，就這意思啊。再找他談話，對不對？讓他學習這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啊，這玩意什麼意思啊？我得給你解釋解釋，是吧？哥們不要說我沒打招呼啊，是這個意思吧？人邀請他啊，就地區集體安全展開對話，結果伊朗人說，哎，這是邀請我們加入，你說這是一碼事嗎？或者紀委找你談話，那是表示紀委邀請你加入紀委是嗎？所以說這就說明伊朗人已經到什麼地步了，就是已經腦子完全為了宣傳啊，已完全亂了分寸，多少有點丟人现眼，在地區混得人嫌狗不愛，對吧？大家都不喜歡，抱團反對他。然後這個伊朗外交部他說啊，說中東這些國家啊，你們不要害怕德黑蘭，不要害怕伊朗。伊朗外交部說的，說你們啊沒有美國基地的這個國家，你都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打人家，对不對？你得动不动威脅人家，然後在人家那搞什麼？搞你的這個代理人武裝，這誰受得了啊？這個土耳其啊、沙特、巴基斯坦搞的這玩意叫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實際上它未來肯定會逐漸擴大，海灣這很多國家都會加入，除了伊朗。這個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秘書啊，也就是最高領袖的軍事顧問雷扎伊他說啊，他說根據報道啊，美國第一方的飛機和加油機目前出現在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和其他地區機場，他們將自己的家園變成了敵人的據點，他們以後不應該抱怨。你看又繼續威脅啊，所以在這個朗子的威脅之下，中東這些灣友國會慢慢的都加入麥加共同防禦這個協議。這個朗子居然造勢說他們遭到了正式邀請要加入這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這不就和那個地保削尖腦袋玩命的加入北約是一個道理嗎？地保曾經对不對多次啊向北約遞詳表啊，要加入北約啊，人北約不讓啊，北約說你加入了，那我要搞啥呢？对不对？咱這北約就是防你的，就你要加入，你是幾個意思啊？這不一個邏輯嗎？對吧？這跟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是一個邏輯啊。地保居然異想天開，他要加入北約，加了4次吧還是3次啊？人家不同意。朗子實際上啊放這個風啊，實際上也是跟那個地保要加入北約是一個邏輯。朗子放風。自己在放風說我們收到正式邀請要加入麥加這個共同防務，一會兒說沒有，無非就是向這個沙特啊、土耳其啊、巴基斯坦遞話，他自己不好意思直說啊，他遞話你們邀請一下吧，對吧？你邀請一下我就加入了，是那麼回事嗎？對吧？人家這個組群啊，就是為了對付你的。你說一個國家在地區把自己混成這樣也不容易啊，這叫人嫌狗不愛，沒事就在地區輸出革命是吧？搞亂人家國家內政。好就好在啊，這個毛拉呀現在正在衰落，他也沒錢沒這個實力再去支援他的那些什麼胡塞武裝啊、什葉派民兵啊、黎巴嫩真主黨。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